苗栗的青山地区是特别登种的保育类的动物石虎重要的栖地，但是最近这几年来，因为开发破坏因的栖地，石虎的生存拄到真大危机。2022年的5月，苗栗县政府无顾到农委会甲营建署的反对，通过占地8.3公顷的东螺德心的供电案。保育团队是真担心，就惊开发单位臭树啊起供电，会破坏当地动植物的生态。尽管这个供电业者有来承诺，会缩小工程的面积，会破坏上少的土地，会用对环境侵扰上低方式来施工，但是供电发展甲生态保育，敢真正袂冲突？敢真正会当共同存在呢？来看华视采访团队的追踪报道。不要因为我们需要绿能而牺牲了农业，或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态。砍伐浅山森林来种这个绿电，绝对会是台湾绿能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主力、一个污点。一个以破坏山林或破坏浅山栖地以及农地的光电设施，真的能叫做绿吗？苗栗东螺乡石心村有一个古老的客家地方名叫鸟空坑，意思是石虎时常出入的所在。数百年来，和客家人叫做山鸟的石虎，伫遮讨食生团。老师，你现在都要记录是？对，就是看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对。采访小组对台湾石虎保育协会成员的脚步行入山区。找出台湾浅山生态系顶级的垃圾者石虎的踪影。像这样的小径，在石虎的眼中，事实上就是一个觅食很好的地点。他喜欢的是一些比较环境比较多样性的空间。嘿，对，所以像你现在在这边看的话，你就可以找到这边是有水源的，然后它也比较开阔。那包括鸟啊，或者是小型的哺乳类动物，它可能就来这边喝水，所以石虎可能就会躲在侧边，去等待野生动物来把它吃掉。强要绝种第一级保育类动物石虎，全台湾族群的数量剩差不多500只，因真猛醒，暗时才出来。真少伫野外互人看到，沿着山路继续行，远离一窟水边，发现一寡线索。大概在这边，你现在看这水里面其实就有一些蝌蚪，有没有？蝌蚪长大之后变成青蛙嘛，那它就会是石虎或者是其他食肉目动物会来栖息，还有甚至喝水的地方。其实你注意看哦，像这样的泥地，你就可以看到动物留下的脚印。这个可能是什么动物啊？看不出来，因为它已经有点变形了。顺这个无名的脚印继续行，眼前出现让人意外的惊喜。是我们看这里，这边有个脚印，然后你注意看这个脚指垫的痕迹，都是椭圆形的，它很明显就是一只猫科动物的脚印啊。当然我们不知道它是猫还是石虎，可是这边既然都已经拍到石虎了。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推断是石虎的活动。2022年，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翕到真侪摆保育类动物出入的身影。我们在北侧的一个养鸡场那边也有装设相机，是有拍到石虎、石蟹獴跟白鼻星。一块栖地并不是只有石虎在住，它其实石虎必须要依赖底下非常多的生物，它才有办法生活。涵养万物维持生态平衡，因过这片森林嘛正面临迫切的危机。为空中来看，飘射范围内8.3公顷的林地，正是一直引起争议的东螺德心供电案的议定点。苗县府洗心革面，苗县府洗心革面，退回竹山光电案。砍伐浅山森林来种这个绿电，绝对会是台湾绿能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主力、一个污点。每一只石虎呢，它的栖地呢需要100公顷的范围那么大，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光电进入到石虎敏感的区域。
2022年5月23日，苗栗县政府审查伫石虎重要地盘东路德心供电案，在地人伫场外集合，甲保育团体隔空交战。我们台湾啊，电有时候会不够啊，所以这个太阳能不用本钱啊，本钱又少，电又会来啊。你们会担心说，其实石虎也是快要绝种？不会的啦，不可能啦，不能说为了保护石虎。人也当然要保护啊，要生存。这是一场生态甲开发的对抗。依照林务局的调查，地图顶红色区域就是石虎重要的地盘。记者实地比对发现，德心供电案的预定地明确伫石虎土地的范围内。为2020年起，农委会烦恼讲，设供电厂将对当地生态带来真大影响。捌6摆行文，苗栗县政府明确表达反对。不过，苗栗县政府邀请的审查委员16票全数决议通过。不要因为我们需要绿能而牺牲了农业，或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态，这个是农委会的立场。这个案子走到这里，在行政程序上没有什么瑕疵，只是我们觉得遗憾。审查的委员，他能不能保持他的风骨，还有他的良知？居民或者是保育团体反对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那就表示这些审查委员的把关出了问题。面对记者提问，苗栗县政府拒绝接受访问，敢若透过新闻稿对外表示讲，业者承诺将遵照回避、缩小、减轻甲保障4大原则进行开发。2020年，国内长期研究石虎的学者裴家琪，捌对苗栗县石虎族群数量甲分布进行调查。石虎被侦测率烧香88%，三义85%，东路则是79%，是全县的第3名。保育团体想问的是，真项数字拢证实讲，东路乡石虎的活动真接是安怎？苗栗县政府坚持要通过。苗栗县政府仍然执意通过，而且强调只要透过补偿就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所以这样的破窗效应出来之后，浅山的破坏会更加严重，这是我们目前看到一个最大的隐忧。为了降低生态影响，业者将供电设施面积为本来69.98%减为47.71%。我当然相信啦，就是你一定程度的回避了，对于这个有一些的这个生态的这个栖息，是理论上它的冲击会比较小。可是这里面有不同的物种，到底设计的是不是能够对他们来说是友善的哈？这个其实就可以更细腻的去规划。业者甚至搁买供电厂边啊0.8公顷的土地，无要开发作为生态保障。要我被破坏山林生态，敢真正保会回来？我们不希望就是在这个开发太阳光电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只看到设施的建立，而不去同时关注到在地这个生态啊或环境。毕竟这个生态补偿区，它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跟原来的这个很丰富的这个生态栖息的地点不大一样。这样子的环境对于这个石虎的这个栖息，是不是它平常必经的这些路线，我们看不出来。慢慢入落好冇？好了。因为德心村捌优先推动石虎的保育，更加拥有全台湾头一座民间石虎的资料馆。国小退休校长钟兆良回苗栗铜锣老家，成立竹森社区发展协会，和理念相同的伙伴一块为濒临绝种的石虎生态尽一份心力。我们每一个点都有出现石虎，所以我们就很确定，我们这个地方竹森社区就是石虎的故乡。经过5年，社会居民态度180度的大转变，保育团体估计，这甲供电业者高价租地有关系。一般农地行情，一甲当的租金差不多是3万6到4万块，要不租予供电业者，薪资变10倍，一年租金会使到40万。挡袂掉当今的有限，农地纷纷失收。我们又需要电，可是我们要需要环境好。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人们想要的，可是到底要做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政府的把关是最重要的事情。桃
好山好水的苗栗，近年遭到光电板的大举入侵。根据台电统计，2015年到2022年的5月，苗栗的光电装置容量就增加了47倍。其实从2020年起，苗栗市政府总共审查了超过200件光电厂设置案，其中核准通过的面积就将近有100公顷。原本清脆的山头被砍成光秃秃一片，盖上了光电板，难道不会影响当地生态吗？同一间光电厂商伫苗栗天山地区的开发，不是头一件。2020年3月，苗栗通霄镇北西澳光电厂正式营运，业者同款采用友善的工法，电厂甲自然生态共赢共存。刚刚我们特别强调说，我们是地形地貌不去改变，做了那个安全围篱，然后电厂内不除草，再来就是说我们有做生态的提升。业者讲优先措施敢真正优先？如果你从空中往下看，就可以看到原本这一块光电厂的基地，跟后面的林地还有后方的林地基本上是连在一起。它本来就是15，一定要走的一条廊道。结果反而现在有光电厂之后，它的路线又被截断。对，它就被截断了。这个挡土墙的高度基本上15，上不去也下不来的。所以它势必要从后面的树林穿越这个光电厂。当初我们在勘察的时候就认为这个光电厂做下去对这个石虎的廊道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沿着比一个大人较悬的围篱继续行，阮发现石虎上大的天敌流浪狗出入的脚印。那个布上面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就有一些狗的脚印在那里。在这样的高度。基本上不止15会过来，其实连狗都可以过去。对15来讲，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又有狗在这里，就不是好事。阿摩头作为排水沟，竟然变成地面的生态陷阱。这个水泥沟其实它的高度大概是60公分左右。对于一些小型的脊椎动物，或者是像昆虫，或者是像蛙类来讲，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生态陷阱，因为它只要想要跨越到这个山坡上，掉下去就上不了。这个基本上就不是一个友善工程啦。我们一直在强调绿能，可是你一个以破坏山林或破坏浅山栖地以及农地的光电设施，真的能叫做绿吗？回归到最后的问题，你不应该是去思考我光电厂要不要让石虎去利用，而是我到底要不要在有石虎的地方去做光电厂。石虎出没的栖息地，我们往这边走，这里要小心哈。 65岁退休老师周彦明，故乡苗栗通霄，对的生态上丰富，伊上了解。你看，前面就有一台相机。 那尤其是这一只，曾经拍过母子的画面，其中有一次长达差不多3个小时，就在这么嬉戏。我们这块地原来呢是属于农作物的良田，今天却反过来一片良田改种什么？我们这个就所谓一般俗称的种电。 我不相信说，当这个契约到满，不要继续承输的时候，你这些水泥块、这些废弃的光电板，你会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我从来不相信。对于生态的影响，你种了这个，你没有了什么？没有农作物，没有稻田，就没有老鼠来，当然也就压缩掉了我们石虎在这个地方的生存的空间。 日头一日照，彩日农地光电棒闪闪烁烁，兼顾环境甲生态未来，却是黯淡无光。我也更希望是说，世世代代、日日后后的子子孙孙们都可以看得到这块土地仍然有这么多保育类的物种。光电有没有办法做到更好的发电效率之后，再去思考用减少面积的方式去发电？我觉得这才是。 一个高科技的国家可以去思考。能源的转型一定要做，因为若是破坏山林、牺牲农地生机，咁也袂使叫绿电。绿能发展甲生态保育应该如何共存？环境影响危机
需要社会做伙反省思考。